我身後呢個商場加輕軌嘅常態嘅住宅物業啊，只需要15萬就要攞低一線海景嘅單位，而且咧距離港珠澳大橋同埋關口咧都係10分鐘嘅車程時間。我哋一於上去了解一下。我哋實體單位啦，呢個係近1000尺嘅3房2廳2廁，全屋精裝交標。嚟到露台位置，咁我面前嘅咧就係一個一線無遮擋嘅海景啦。可以睇翻係橫琴景觀、澳門氹仔，左手邊仲有一個澳門嘅觀光塔。每年嘅煙花表演咧都係喺呢度睇，可以實現足不出門。睇翻我哋嘅廚房位，咁廚房位咧係做咗一個 U 字形嘅設計，廚房嘅3件套同埋櫥櫃全部都係交樓標準。咁呢度可以放翻一個雪櫃位置啦。咁睇翻我哋嘅走廊位先。咁走廊位咧係做咗一個1 set 到頂嘅鞋櫃同儲物櫃，咁呢個咧都係交樓標準。入門我嘅左手邊呢度咧係做咗一間細房，屋嘅一個中央空調啦，都係交樓標準，而且仲可以睇到一線海景㗎。咁呢間房咧可以做翻一間書房或者係榻米嘅一個形式。咁睇翻我哋第2間客房啦，第2間客房咧，全屋嘅3間房咧都可以睇到一線無遮擋嘅海景㗎。睇翻我哋嘅呢邊，咁呢邊咧係做咗一個客廁，咁主人房咧係做咗一個套間位嚟嘅。咁全屋嘅一個其實嘅實用性咧係會只能話係中規中矩，實用性係會偏低翻少少。但係咧，我覺得優點係足以覆蓋佢嘅缺點。點解咧？可以睇翻呢邊。咁呢邊咧有全珠海最大嘅一個會展中心啦，每年嘅一個國際性嘅會展都會喺呢度展出。同埋咧，佢係位於橫琴同澳門嘅中間，佢嘅呢個地理位置咧係十分之優越，而且落樓咧係有珠海最大嘅華發商都，可以話咧呢個單位咧同埋呢個位置地段咧係數一數二㗎。去了解呢個樓盤嘅咧，可以揾我攞詳細資料。如果係香港、澳門嘅朋友想上嚟實體睇樓咧，我哋會提供專車免費接送。